Hello，大家好啊，我係小楊啊，歡迎嚟到小楊嘅運動日記。今年就返香港過年啦，難得冇嘢做，就諗住介紹下香港嘅山啦。咁呢度簡單介紹下先啦。香港呢，其實有超過300座山峰嘅，咁就分佈咗喺香港嘅唔同地方啦。咁個高度呢，由幾十米高到最高就957米高都有嘅。有一小部分嘅山呢，其實就喺市區入邊嚟嘅。咁大概普遍都係大概200米以下啦咁樣。而今日要介紹嘅觀景山呢，就係其中一座喺市區入邊嘅小山嚟嘅。觀景山呢，咁就位於東涌同埋赤鱲角之間嘅一座小山丘咁樣啦。佢高度呢，就大概77米。根據維基百科嘅資料啦，呢個係90年代初香港政府喺赤鱲角島要起而家嘅國際機場啦。當時就將島上面大部分嘅地方呢，就移平咗嘅。就係除咗而家嘅觀景山，亦都因此咧呢度就成為咗成個赤鱲角島嘅最高點。而喺香港國際機場就落成咗之後呢，就被冠上咗就係觀景山呢個名嘅。去觀景山嘅方法好簡單嘅啫。首先去到東薈城先啦，然之後 Google Map 導航去觀景山，佢就會導到去登山口噶啦。見到呢個牌啦，咁就代表呢度就係起點噶啦。觀景山呢，其實係一條好簡單嘅路線嚟嘅啫。基本上就係得一條路嘅啫，冇任何分叉口嘅。最一開始啦，就會見到好似畫面上面呢啲人工鋪設嘅樓梯嚟嘅，就一段咯。一開始你見到嗰啲人工鋪設嘅樓梯啦，可能會有少少爬升，會有少少急嘅。但係見到呢種石頭嘅路之後呢，基本上就開始冇咁多爬升噶啦，就開始慢慢係越嚟越平噶啦，啲路就。行大概15分鐘左右啦，就會到終點噶啦。右手邊嗰支白底黑頂嘅圓柱呢，咁就叫標高柱。正名叫三角網測站，等同於台灣嘅三角點嚟嘅。而標高柱呢個名呢，就係香港山界嘅俗稱嚟嘅。因為終點呢度啦，景觀其實都好開揚嘅，其實可以完整咁睇到機場嘅全貌啦，同埋東涌市中心嘅景觀嘅。所以咧，其實呢度咧係好受攝影愛好者嘅喜歡嘅呢度。呢度做翻個總結啦。我個人覺得咧，觀景山其實係好值得嚟嘅。一嚟啦，路線簡單；二嚟啦，路程短；三嚟啦，景觀又好，即係呢度睇景係好靚嘅。我覺得簡單就可以睇到一個咁好嘅風景呢，我覺得 CP 值係好高嘅。
咁呢度做翻一個提醒啦，咁啊睇到張相啦，咁啊我6年前影嘅呢度就，咁啊雖然石頭路嘅兩邊呢，其實都會有路燈嘅，咁其實睇落呢係都幾光猛幾清楚咁樣啦，咁但係喺前段即係一開始嘅樓梯部分呢，其實嗰邊係冇燈光，即係冇街燈咁樣嘅，咁所以如果係要嚟觀景山呢度睇日落嘅，咁記得要帶照明工具啦，即係可能頭燈啊，或者記得手機要夠電，然後可以用電筒去做一個照明咁樣嘅。以上就係今日介紹觀景山嘅內容啦。咁嚟緊嗰幾集呢，咁我會繼續去介紹一下我呢次返香港跑過嘅路線嘅一啲分享啦。咁多謝大家今日嘅收睇，咁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